成日覺得冇電，做嘢攰，運動冇力，體力下降，連親密時刻都有心冇力。你嘅身體係時候需要呢款專為我哋男人精心打造嘅健康應援補給 Enerlab Superman Plus Turbo Pack 超豐動能組拿，一包有齊3種強效配方，專攻男人3大核心。第一 Stamina 爆發動能囊，入面有專利南非醉茄同埋黃金4歲強勢組合，激活潛藏能量，印度人參為你注入爆發動能，提升元氣同活力，搭配專利黃精萃取、紅景天萃取、杜仲葉萃取及冬蟲夏草菌絲體，打通關鍵循環，強化續航體力，助你穩定發揮，持久應戰。第二 Potency 能核心定，採用榮獲國際發明金獎嘅黃金莧複合萃取富含親子蛋白，配合馬卡同微量元素鋅，仲有人體必需嘅微量礦物質硒。呢個黃金組合就係要從根源提升你嘅能量與機能，佢可以緩解體力疲勞感，維護人體免疫系統功能，同時更能夠維持男性正常生理機能，幫你激活潛藏動力，迅速體能回復，引領內在全面升階。第三 Firmness 鋼鐵強效膠囊，核心係精氨酸同松樹皮萃取，成分能夠強效支援心血管同生理機能，促進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，同時亦可以維持正常嘅生理代謝，提升男性日常活力與能量，令鋒芒不減，狀態全開。Enerlab Superman Plus Turbo Pack 超豐動能組，結合傳統智慧同現代科技，全方位支援你，由朝到晚保持最佳狀態。